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第11号风台北落，在今日下晡2点多来生成。拜五开始，台湾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日日落大雨，中部发生真侪灾情，而南投有民众险险互大水冲击，而台中泰安中长道路也发生水崩山。国内卖物件商店宝德利也在中国旅客袂当来时阵，要甲伊转投资的旅行社员工来协调。因为中部一直拢伫咧落大雨，在南投也发生真侪灾情。伫仁爱乡投83线是断甲水糊糊，有一个民众行伫清风产业道路的时阵，险险互大水来冲走。仁爱乡长也讲，这段路是拄则来修理好尔，伫下晡时阵落一阵大雨。互规条路煞阁袂当来行，要转去有影真困难。沙片比面顶的土石路，那就一江细江的水墙冲落来。这台轿车才行一半，就掉伫遐袂顶袂动，看起来就那像要互土石淹掉咧。驾驶想讲，这声海洋，好甲这村民还有工作人员及时来甲救。卡门已经破，这阵已经破，已经甲它拖出来。拖出来了后较安全，伊推土机才落去清。瞬间就已经互你门袂开吼，你会唔知要安怎？你内底要弄开门嘛，弄袂开啊。我家仔有栏杆扎咧，无伊也甲你塞落去，人要甲咱救嘛，做歹救的。这是南投仁爱乡到83线的清风产业道路，去用调伫内底洗车的车主想讲，好甲在迄当中有栏杆炸掉咧，若无早就去用枪落溪仔底。仁爱乡长表示，因为地当搁落几啊天的雨，造成搁有新的所在放弃，已经处理5天啊。那原本是昨天3点多那全线都已经清理完毕那在早5点多的时候又下了一阵豪雨因为我们上方处有一个新的崩塌地那所以导致我们这一次的土量太多了。那你看今天已经第5天了它都清不完，路都不方便也不安全原本20下晡3点已经修通的7米路，落雨了后5点外，搁一届来互路无遐多过。乡长建议电机的单位赶紧挖一条深沟，互土石流会当排出去。未来卖当增加更帮桥，若无落大雨就无遐多过。敢若靠人工来伫遐拼嘛，毋是一个处理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大灾祸，和中部地区有影是密密茂茂，在苗栗、湾里、南势里有水崩山冲到人的徛街内面。伫泰安的中昌道路接近上片部落顶头，也发生水崩山，甲规个车路是塌掉的。伫台中大坑所有收留流浪狗的狗仔园，因为因伫山边是强被放落去，规狗仔园险险的碾落山坎。西彰化花坛也有一间皮仔工厂，因为这个大水雨，害机具来受伤。20尾暗仔，一场大雨造成苗栗泰安乡上片部落顶边的中昌道路，漏一摆大量的土石，加做300公尺的路沟埋河，交通中断。部落居民要登去南山村，都爱驶路。这边就是土石流的起点，它是从右侧的山坡那个水沟那边流下来。伫湾里镇的南势里，水崩山冲入去徛街，也甲厝顶拢放弃，家具用品和路沟埋手机堆做伙，密密麻麻，好甲这人拢平安紧急疏散。一听到声音就已经滑下来，那个台风天都会，那个土石流都会下来，所以一直撤掉。它掉了呀，拢变啦。雨水拢减大所以讲比较较会土石滑落。伫台中大坑的庄妈妈狗仔园收容100多只流浪狗，昨日发生大规模的崩塌，狗笼仔和饲料拢压伫咧溪底，用铁啊打的狗寮嘛不离啊危险。沙死都一直流失的，哎呀，我看到从旁边一直流出来，很恐怖。还有昨天有一区又要瘫痪了，我就赶快请人的帮忙。
伫中华花坛中间路一段一间做皮料印花的工厂，地当加上落雨，地基袂在，当土墙放弃，50批大厂房后边已经乌空，机械嘛算长，业者估计损失超过300万。这栋已经算是已经全毁了，现在目前就是缺乏人家来把它土堆起来，然后浇灌水泥。当土墙差不多放60公尺长，7公尺深，厝拢已经变形。放塔的所在有坎布棚，防止地基阁继续流失。落一礼拜的大水雨和强降雨，伫咧中部山区和市区拢造成灾情，必须爱等天气较稳定了后，才会当进行后续抢修或者是损害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想袂到这个雨水落袂离，即马阁有风台直要来。今年第11号风台北落，在今日下晡2点来生成啊。拜五开始，规个台湾拢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日本气象厅也预测讲，这个风台会直接冲到台湾。不过风台还未来，雨水就先来啊。因为低气压带影响，气象局也针对着1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亲像伫新北市的三重埔，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过到了后，熊熊湿大雨，乌多摆拢洪进入水内底。新北市三中区1点钟的雨量超过70毫米，街路4街拢积水，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局下晡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北市佮新北市拢出现雷公雨，雨加在积水真紧就退啊。今年第11号风台北落，嘛伫下晡2点3息，离台湾敢若1000多公里。气象局预测，拜四太平洋高压开始变强，会影响风台往西，转会来接近咱台湾。整个的路径走法大致上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西南侧，预计是往西北边朝台湾附近的这个路径走法。如果是照现在官方的这个路径的走法的话，不排除会在23号礼拜五发布海警。气象局预测，拜五开始外围环流就会开始影响咱台湾。预计风台接近台湾的时阵，会是轻度风台的规模。目前日本气象厅认为，风台会直接向咱台湾来。各个预报的卡路嘛拢预测讲风台有机会来登陆，啊，不过针对登陆的地点，大家看法无同。目前来发展高压的强度来看的话，的确是接近到台湾的机会是相对偏高，大概礼拜6就会登陆到台湾，会是一个非常急促，让大家措手不及的感觉。专家提醒，因为风台离咱台湾真远，发布海陆警报的时间点会真晚近，预计风台伫拜6礼拜影响台湾上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美国国务院批准甲80亿美金的 F-16B 战机卖予台湾。总统蔡英文除了搁一摆向美国来表示感谢，也只是行政院爱特别编特别预算送到国会来审议。不过，人伫食米粉，煞有人伫咧发烧，亲像中国外交部呛声讲要制裁有参加军售案的美国企业。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台湾未去甲中国人，不过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美国国务院批准军售台湾总额超80亿美金，66架 F-16战机，表示美方要予台湾有够自我保卫能力的决心。总统蔡英文伫人民册面顶对美方表达感谢，嘛鼓励国军，这是新空军起飞的开始，做回来保卫台湾的领空。面对中国继续来甲咱压迫，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绝对未来起无空。面对中国，台湾不挑衅，但是我们也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跟人民的权利。那么，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作为，并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今天中午，总统也请行政院苏院长就这项军购案，尽速完成特别预算的编列，来送交立法院。自从1992年台湾向美国买到 F-16AB 型战机以来，美方搁一届来卖予台湾新型的战机。学者分析，美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唔但是对高科技硬体设备，嘛包括 F-16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等等的军事软实力的方面。这个军售案批准，嘛会当看出来，美方甲对台军售甲美中关系做一个改善，要予台美的关系正常化。军售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指标了。目前美国它采取了整体的战略，贸易战、科技战，还有军事战略上面的制衡，很清楚了，就是要避免，就是中共它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对周边的国家造成威胁。
台海安全建设中心主任魏福贤又讲，即届军售阁包括有 GBU-54雷射导引联合特工大海的导引弹，会当互直直落来的铁壳炸弹变做精准的导引炸弹，提悬炸弹的准确度。面对美台军售案继续的进展，中国外交部阁一届表达强硬的态度，讲会来制裁参加军售台湾的美国企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说落来，唔但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以外，而且伊也要来拜访美国，而且也受到美台商会邀请，特别上北来演讲。不过进前伊讲伊放装追踪器，总统府爱韩国瑜赶紧来提告。韩国瑜本人是无讲啥，颠倒是市政府发表声明，认为国家机器伫咧监控提告是无效的。白天是 student。晚上是 American Club Security Guard。最近唔但要访问美国，阁受到美国商会邀请去演讲。韩国就表示，这是一场机关之旅，阁回想起过去做工会的经验。不过，敢若开放2分钟，就以演说无要讲政治，互媒体请出场。对前几工韩国就讲车顶互人下追踪器，总统府后又爱随提告，又严禁侦办调查清楚。没有，我一直讲过，针对追踪器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切，我已经正式发表了声明，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去赘述。韩国就唔愿意加讲为怎样无要提告，颠倒是高雄市政府声明直接表明提告无路用。新闻总统蔡英文2011年抨击马政府的时阵，是毋是嘛有提告？运用国家机器所进行的监控，提告有啥物路用？莫逼韩市长家己去做无意义的提告。这个所谓有追踪器，还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目前是在合理的怀疑里面，非常的有这样的疑虑跟担心。那么，并没有已经查到所谓在引擎盖或什么样的这样的地方。只是国民党最近真还无进展，换日的风声不断，中常委嘛赶紧出来澄清，希望各县市党部挂韩国瑜的看板来辟谣。各个立法委员的候选人，的竞选总部啊，也应该合影挂出来，来显示本党啊的团结。不会换的，绝对不会换。我想，如果存有这种幻想的人呢，应该做梦也要醒了啦。国民党宣示立换如，韩国瑜杀落来嘛爱冲选情，22中昼会和顾问团进行头一波国政直播开讲，聚焦伫能源议题，包括丁克核数。韩国瑜受访问的时阵，专讲到2个前提：第一是人民同意，第二是安全无忧，核数必须爱丁克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这3个人要来结名，目前是拢无结果。又风声讲，郭台铭有组一个联署的 app， 为着要来独立参选做准备。不过，郭台铭的办公室来否认一件代志，因也透露讲，因3个人会安排时间来面会。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甲王中中时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最近是互相呛声。郭文哲今日搁再批评王中，讲台湾有这款媒体，台湾敢需要敌人？台北市长郭文哲甲王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互呛，前一天郭文哲讲家己甲国台办是对手关系，被蔡衍明回呛国台办敢会将你当作对手，也是利用献出诚心的方式解决表面上过招，和郭文哲再度呛声。国台办对我来讲是一个要一个打交道的对手啊那请问旺总，你跟国台办什么关系啊？他这个红媒的标签，不是我们跟他贴的，这是台湾有谁不认为他是红媒？所以有时候在讲呢，台湾有这样的媒体，我们哪里还需要敌人？郭文哲这几日甲王中全面开战，佮要促成郭国王结名，传出郭台铭定名为外制作联署 App， 也对幕僚下战备动员令，不过拢被后人只是透露2礼拜内郭国王会安排见面讨论国事，3人结名也无定限。另外一边，民进党已经征召议员柯秀华、高嘉瑜参选立委，柯秀华画出白力合作，高嘉瑜讲要一个第3势力拍赢选战。党内的人员不是很好，然后也有蛮多的争议哈，但是民进党还是不计前嫌，不计毁誉，然后让年轻人有机会。新潮流战术非常点火，就是这样，真的是了不起。新潮流战术非常点火。高嘉瑜过去被列为友国派，即马得到党提名参选立委，媒体追问一通大选总统却支持政党票，敢过会支持郭文哲？总统会全力的支持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小英，政党票毫无疑问要全力的推广，争取所有的政党的票投给民进党。
这是所有提名人的义务。民进党定调，白绿合作已经成为过去，2020大选，民进党甲关系关系，向前已经是愈行愈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势。进前有风声讲，有一个互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请香港人，伫深圳要坐高铁到香港的时阵，向中国警方已经来解拘留，已经失踪10多天，家属拢无收到任何消息。英国外交部也开始伫咧关心啊。反送中运动还未结束，香港一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高官Simon John地文技术传出讲已经失踪10几天，到今阁找无伊个人。家属日半暝开面册专业发声明指出，Simon 8月7日拄广东深圳坐高铁要登去香港，迄当阵透过微信来通知台湾一个女朋友伊当日通关，了后就失去联络。香港日警处就干那用讲的甲家属讲，Simon 去互中国的警方行政拘留。毋过家属无收到任何正式的文件通知。有香港议员阁讲，现主是失踪的，阁毋拿地文嘅一个人。It is so worrying, and to my understanding, that is not the single case. I received several Hong Kong residents asking for my help that their relatives were detained in mainland China. Most of them are because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movement. 英国外交部已经针对这个代志表达关心，毋过中国外交部却讲无了解是啥物状况。我不掌握你说的情况。香港警方证实，确实有接到失踪的通报，毋过无对中国的警方遐收到任何的资讯。Yes, we received a report on the 9th of August relating to a missing person case, but for the sake of personal data, I couldn't disclose too much details here. 目前香港网友已经发起伫2日下晡5点到7点，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头前表达声援。香港反送中游行顶礼拜真罕尼快和平来结束，毋过香港政府针对撤回逃犯条例也是无正面的回答。即届英国驻港高官无米无代失踪，可能会阁引起另外一件政治风波。记者综合报道。反送中的情势在咱台湾也有人来甲声援，已经有60位的医护人员穿着制服白袍，今日暗头的时阵，在台大病院正门口参加挺香港快闪活动。这回是由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甲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联合来举办，为着要声援反送中的香港医疗人员。工会也表示讲，因为香港警方已经用暴力镇压真济摆，而且也乱射催泪弹攻击人民，害到香港的医护人员受伤来扯眉，所以因决定要站出来跨海甲香港声援。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使用暴力镇压，不只是对一般人的身体，还有对他们的心灵都会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其实，身为医护人员，我们是不乐见这一点。其实这样子也会对社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工会也表示讲，香港警方已经发动真济届无差别的暴力镇压，而且用这个催泪弹乱射人民，甚至香港医护人员受伤扯眉，所以因决定要站出来挺香港的医护人员，而且也要挺香港的人民来争取民主自由，也呼吁各行各业用做伙来表达对民主自由的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已经超过2个月啊！香港财政司司长今日接受电台访问，有讲到在7、8月的时阵，去香港的旅客变真少，而且失业率也变高啊！那阵中美贸易战甲这个社会事件风波未定，失业率有可能会搁再来升高。反送中的青年挂嘴案手提票据，伫上班的时间来港铁九龙塘站来集合，发起无合作活动。因有的人是徛伫开门的车厢边啊，夹票据；嘛有一寡人是徛伫楼梯边啊，呼吁市民继续来参加后个月底要开始的300行动。2个月以来，反送中的运动继续，大大小小集会不断。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表示，香港的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战，还有相关的社会事件影响。今年7月份到8月份来香港旅游的旅客是减真多。最近1礼拜，佮落尾4成，预计第3季的挑战更较大。另外，失业率嘛来到2.9%。
最近嘅社會事件亦都令到旅遊啊、零售啊、餐飲啊相關呢啲行業咧都受到影響啦。如果外圍個貿易戰如果我哋目前發生緊嘅社會事件唔能夠早日停落嚟咧，係對個失業率上升係造成壓力嘅。但無普強調講，為着要減輕中小企業還有市民生活甲經濟壓力，香港政府撒香港前191億，差不多新台幣764億嘅紓困措施來應付經濟挑戰。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是形容即賣香港破病啊，呼籲袂當用壞話想要甲即個拍死嘅甲來透氣。香港病咗，香港如今嘅局勢好似一團混亂嘅死結，想要解開呢個結。如果用蠻力去拉扯兩端，咁只會令到呢個結越纏越緊。曾俊華認為，大家有權利知影真相，敢若真相才會當互香港重新開始。這是一個真長的過程，要考驗香港人是要繼續消滅，還是要重新對話。消息嘛指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這個禮拜六，就會佇如何建立對話平台部分進行第一屆會面，受到邀請來討論的人差不多有20-30個。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佇彰化王景外海9里所在，有一隻台灣魚船新1號30號，互貨船弄一個沉落，造成2名台灣船員加4個印尼漁工跋落水受傷。台中海巡隊佇透早10點外也救到人，也已經送病院。幾隻漁船風浪加水汩汩，60歲的船長跋落水，風救起來時陣腦部出血，氣部食水，意識是亡亡渺渺。另外一位台灣船員身軀也有刺傷，4個印尼漁工是受到輕傷，攏已經送病院。因風浪到了後，是將兵1號甲因救起來，海巡人員隨到位也甲因鬥3工。另外，海巡隊佇雲林捕了10海里外，發現有可能是甲因弄到貨輪。下頂後，這隻貨輪佇2日入到高雄港了後，相關的單位會閣再來甲因詢問。佇新北市五股有一間佇咧做金洲水，也就是新仔的工廠，在今仔日有一台載着2甲苯的化學組車，佇咧作業的時陣，鋼線刷來突起，熊熊就來導火，好佳在是無人受傷。消防人員收到通知了後，也隨去搶救。環保署甲新北市環保局也派人到現場監控。烏煙瘼瘼一直向頂懸竄出，新北市五股一座遊覽工廠邊仔，再去傳出火警，員工及時逃脫，警消緊急派出46台消防車去拍火。消防人員尤其水線對着一直燒的化學車，野水噴化學藥劑拍火，警消唔敢大意，因為這台化學車再噴一種叫做2甲苯的化學劑。甲苯的燃點非常低啊，容易產生爆炸，所以我們到了現場的時候，我們就採取防護的這個方式啊。目前有10條水線，在做攻擊防護的這個部分。化學車業者表示，這台化學車是要去遊覽工廠作業時，車向退向後邊，地勢鋼線倒過去，了後就導火燒起來。因為2甲苯燃點真低，響起來爆炸，消防人員是透過水線防護，讓2甲苯燒完，用3點鐘搶救火勢總算拍花。由環保署獨成化學災害事故應變單位，甲新北市環保局也到現場監控證實。在下風處50公尺外，那個目前都是那個在一般的那個環境的一個狀況之內，包括咳嗽啦，或者是喉嚨癢，或者是說那個鼻腔覺得不舒服的話。鋼線為什麼會落去呢？警方表示會甲司機調查事發的原因，而環保局目前繼續調查2甲苯外泄程度。附近民眾若出現咳嗽、上呼吸道感染者症狀，都要趕緊看醫生。記者綜合報道。人講翁親母親，翁仔某拍車輪，不過出來這有影是歹示範。喺咧家己檢調，昨掠到一對姓吳的翁仔某，因若幫人換人民票100萬，就要收2000塊的手續費。這2年來，洗錢是要到80億，檢方也佇恁徛家內面抄到2億元現金。
管钱将学校的世界改去做真水的亮灯啊！家己这间国小细汉的家庭会会长和学校学到真好心，但是家己检调登记所证，发现细汉的翁仔某涉嫌洗钱，佮发动搜索伫大埔山区太太的外头厝，找到2个保险箱和16卡行李袋啊，拢滴满现金，总共有2亿4千万。申请羁押时阵，法院竟然将2个人当庭释放。本案虽然扣到2亿4千万的赃款，但检察官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就是犯罪的赃款。那就算是犯罪的赃款好了，也没办法证明这些犯罪赃款跟最后一次的地下汇兑的时间的密接性究竟如何。检方认为，检方无充分证明嫌犯是准现行犯，这份什么时阵犯罪无符合逮捕庭事，但是家己地检署根据登记所证，指出翁仔某2个人自2017年12月开始，分别伫台北市和嘉义市，以每对换100万人民币收2000台币汇兑的手续费代价，将数地下汇兑，到即马估计洗钱的金额有80亿遐悬。经过我们专业小组长期的搜证之后，那又再加上那个19号的收手扣到2亿4千多万元的现金，那这些现金有相当的证据可以证明说他们2位夫妻确实有从事地下汇兑的犯行。专案嘛引起法界的议论，有检察官处理的律师认为，检方不一定爱以准现行犯逮捕。一般实务的做法，除了准现行犯予以逮捕之外，其他的选择方式包括检察官核发拘票，或是说检察官在讯问完毕之后当庭逮捕，再向法院申请羁押。检方对法院的见解表示尊重，但是认为假使讲不是洗钱，何必将2亿4千万藏伫咧山区，而且推估专案还有其他洗钱的强权，为了避免2位嫌犯出境，将会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花莲的南安水厂，拢一直看到乌蠅的形影。为着要观察到蠅仔囝，林管处甲乌蠅协会伫这乌蠅直接出现的所在，放5台红外线的翕相机，说有人全部偷摕去，互保育人员有影真无奈。这是最近常常出现乌蠅的花莲岛溪乡山区，为着要将蠅仔囝甲蠅母敢有做伙，花莲林区管理处伫7月30日，就伫咧瓦拉米步道口倒3台红外线的翕相机，迄当天嘛真正翕到蠅仔囝甲蠅母做伙，毋过这款翕相机煞小连续互偷摕。8月16号的时候，我们的同仁去收，发现3台，其中有1台有失窃。8月20号发现另外2台也同时遭窃。另外，乌蠅协会19伫山区嘛有倒2台红外线翕相机，想要到过当天20嘛去互偷摕。偷摕翕相机的人甲铁链撬开，连保护的铁鸭嘛做伙起去。互保育监测蠅仔囝的工课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不清楚民众如果真的窃取它，到底会有什么用途啦？因为它最主要是要做野生动物的监测嘛。那只要有动物经过，就会启动它的感应装置，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很多的人力。根据林管处资料，去互偷摕红外线翕相机1台就要1万多块，财产损失无啥物，上重要是对蠅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监测都会受到影响。外界人是烦恼讲，敢是有拍来的人超过甲这款翕相机偷摕走，想要做违法的代志。林管处会搁前往来到红外线翕相机，嘛会请警方加强山区的巡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药引对着家号来看福诊。中日韩3国的外交部长今仔日伫北京进行3方会谈，除了针对着北韩的问题来做讨论以外，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河野太郎也表达对香港局势忧心，希望中国政府会当保持一国两制原则。南韩外交部长康家豪甲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握手致意，了3个人展开伫北京的3方会谈，针对香港过去1个月反送中的活动，河野嘛表达关心。本気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た。除了香港的问题，伫中国、日本的外交关系，河野强调，过去1年两国关系是改善真济。为了促进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卖合作推动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明年春季来拜访日本。这个3国外交部长会议是过去3档了后第9届举行。对于北韩最近6届试射飞弹，3方嘛确认会敦促北韩的无核化，做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于3国的经济合作，3个人嘛伫联合记者会面顶。中方愿意同韩方和日方一道，不断地拓展和深化我们之间的合作，来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携手致力于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日本甲南韩外交部长嘛，伫三方会议了后进行会谈。日本媒体预告，伫南韩21号早起宣布，为23号开始，要对日本生产的部分加工食品、加农产品增加辐射量的检查了后，双方有缘会坚持家己的立场，这嘛互恢复两国的关系变加更加困难。记者陈世东报道。人讲强的经寸铁，不的不拄天。 美国媒体伫顶礼拜有风声讲，川普政府要甲丹麦卖全世界上界大岛屿 Greenland。随后，美国政府也证实这个消息。不过，这个风声一出来，丹麦人也批评川普政府上过限。第20个时阵，川普也伫网络宣布要取消9月初拜访丹麦行程。 探究到冰岛参加北极圈高峰会时间，新任的丹麦总理梅特弗瑞德里克森就参观格陵兰岛上的航运业者，对之前丹麦调协批评川普政府拍算为格陵兰升过限，被认为是和川普向取消丹麦行程的原因。梅特弗瑞德里克森我那强调格陵兰交易案无什么好讲，我那也替川普讲过，美国是丹麦上重要盟邦，地位无可取代。Der er selvfølgelig forskellige spørgsmål, der har interesse. Jeg tror, vi allerede nu kan sige, at det at få amerikanerne knyttet endnu tættere til det, der foregår i vores del af Arktis, altså rigsfællesskabet, er afgørende, og et endnu stærkere strategisk samarbejde landene imellem er vigtigt, både set med grønlandske og danske. 美国总统川普也伫取消丹麦行程进前讲过，买格陵兰对美国甲丹麦拢有好处，毋过毋是目前上重要议题。Strategically, it's interesting, and we'd be interested, but we'll talk to them a little bit. It's not number one on the burner, I can tell you that. 美国以前也常常向外国政府买过领土，为太平洋环到墨西哥湾。 10几个州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前后向法国甲墨西哥买的，而丹麦也甲美国有过领土买卖。加勒比海微小维京群岛，就是伫1917年由美国向丹麦买的。即摆成为焦点的格陵兰，早伫19世纪就曾经有美军驻伫遮。即马伫岛上的西北边，侵入北极圈1200公里的土勒空军基地，有长程有警雷达，由美国、加拿大共同管理的北美防空司令部，那就作战管制。 主要任务是侦测太空中的卫星甲稳照动态，对超过发射长程飞弹时，对北美地区提供早期预警，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路边无人人。意大利联合政府目前是当咧试算，说互伫咧海面上漂流要3礼拜难民有活命机会。 意大利检方第20个时阵，下令把这个船顶的人拢总救落来，也扣押一个船只。目前有83个非法移民，总算会当可还。过去这6天，伫南佩杜萨岛外海苦苦等待，希望得到可欢喜可的西班牙人道救援船展开双手号，20案总算会当伫港口可还。 吊伫咧船顶19天，因为虽然刷几大天紧张的气氛，不停疲劳的非法移民嘛拢全部落船，因为有的人骹腿受伤，拜咧，互机工查咧坐救护车离开。 意大利反移民的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以人车集团的机灵车形容伫咧地中海进行人道救援的船，坚决不准这一寡非法的非洲移民上岸。虽然法国、德国、罗马尼亚、葡萄牙、西班牙、卢森堡这6个欧盟国家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寡海上移民，萨尔维尼嘛是愿让步。西班牙20度派海军巡航舰准备要去南佩杜萨岛海峡接人，只不过要用3天的航程才会当到位。18到15个人因为无法忍受船顶的环境愈来愈歹，都用跳船这样激烈的手段，想要用受的收上岸。一名当咧调查萨尔维尼的做法是毋是有绑票嫌疑的西西里岛检察官，互伊苏贝做过定准查看了后，20下令收押，展开双手号，并且要求船顶所有人拢爱撤离，才总算结束了这场人道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卖物件商店保得利，因为中国旅客袂使来台湾旅游，致使因的业绩变加真歹。之前也宣布减少资金了后，竟也甲转投资的旅行社员工来协议讲缩短上班时间。
无摆除会来放无成假。交通部也表示讲，会请行政院研究专门大司机的贷款，政府也以发予东南亚国家签证发确认的方式，去引这国际旅客来台湾佚佗。在新北市永和保德利总公司员工正常上班，不过全投资的大雄旅行社已经对员工发出减少工时协议书的调查，表示因为大陆客已经大家过去1/3定顺员工，是不是愿意暂时性减少工时？方案之一是每礼拜上班3天也上加薪水。公司财务长强调未裁员，不过随着大陆客减少，无排除放无薪假的可能。陆客减少，当然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预估团量，当然会处于比较悲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相关多余的人力要移到其他的关系企业。那如果其他关系企业有些员工不愿意到相关的关系企业去就业的话，那可能就会有无薪假。保德利下口有合作游览车甲饭店，公司专投资旅行社专门接待大陆客。下口上趁钱是购物店，为大陆客入境开始食大买物件全拢包。目前伫高雄甲台东拢有店面。今年3月份平均单店营收4000多万，6月落价差不多1500万。对着大陆客来台禁令，业者可能会继续拉。为改善财务，当初会一前会期办理减资，弥补亏损，也是计规划转型，希望将员工转至新事业单位。不过过渡期，这员工可能面对无薪假。旅行业如果有受到这些冲击我们现在也建议行政院召开跨部会的会议，看怎么样能够对他们在有一些纾困融资或者是贷款上面这些租税上面的一个协助。旅行工会表示，大陆客减少的效应也无完全出来，业者面对无薪假只是一小部分。这波冲击将是开放大陆客来台以来上大的，到年底会减少100万名大陆客。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要推动新型数位身份证，顶面敢会康复期引起众人讨论。目前相关的规划甲图样已经送到行政院要风声讲国旗会出现伫正面的倒边顶宽角，也会标示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行政院表示讲，详细内容要等到议会讨论通过才会当确定。内政部要换新的数位身份证，是毋是有国旗的图，嘛引起讨论。毋过传出新的身份证倒边顶头会有国旗，阁会标注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甲去年摕到丁选设计奖的作品真相共。整个数位身份证的推动，我们会持续的推动。那相关的细节，我们会等明天行政院院会经过院会确认之后，我们会对外来做说。新的数位身份证预计伫2020月开始换，逐张卡的成本无到200块，而且一张卡有多功能，会使选择介接着健保卡、驾照。对比到即卖身份证，外显的资料敢若有名、相片、身份证号码、分享状况，加强保护着个资。另外，伫数位时代，互人真关心的安全性，会有超过20度防止人假造的装置，文书资料加密保护。传出上近22号都会伫行政议会来讨论有关数位身份证案在明天的院会是否会排入议程，进入正式的讨论，目前还不确定，因为议程未定。新的身份证嘛会有虚实世界身份识别、数位签章等8大功能，方便民众会使用伫各项网络的申办服务。加密的资料必须要民众同意，而且要有密码才会使用，毋茫使落实资讯自主。记者欧阳曾志成台北报道。促转会甲档案管理局今仔日去国民党董事馆，针对着33件董事资料的原始档案，被收做国家所有，最后是带走28件。国民党也批评讲，这寡资料包含着228事件，甲当时媒体报道的资料，大部分拢已经公开考试促转会是古早时代动向，不过促转会也强调讲，一切拢是合法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全程录影你们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也是保障你们，也是保障我们，因为你们来说，又遭受国民党的不礼貌的这个待遇，对不对？那我们就全程录影，对不对？促转会甲档案管理局来国民党董事馆查收33件董事资料的原本档案，国民党要求全程录影甲直播，才袂来产生无必要的纠纷。国民党认为，这批包括228事件，迄当阵媒体报道甲简报等等的历史资料，大部分都已经公开。这个促转会要甲公开档案收走的必要性。
本党其实原先是希望是在整个移交的移转程序都能够确认完毕以后再去做这些史料的移交，但是由于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还没有确认完，促转会希望就是在21号，应该说要求在21号，就是今天去做这个史料的移交，所以我们就还蛮仓促。国民党批评促转会是新的动手，麻烦到讲资料去用变更，要求查核档案，爱一页一页来翕相。促转会冒请律师伫现场记证。强调讲，这批董事资料收归国有，一切是依法行政。那他们现在一直说自己财源稀缺嘛，没钱没人。那他们档案馆现在也只有135开放。那其实就是说，既然他们没钱没人，其实我们不妨把这么珍贵的档案移到这个主管机关档案局去，那就是说有充足的资源来让这些档案得到最好的照顾。因为要移交国有的33件历史资料当中，其中5件等待正台进行数位化的处理，会搁找时间来做查收。若一天落来，完成的28个移交历史资料会放伫咧国家档案库房，完成整理了会开放予民众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报备啊，要讲互恁知影，因为这个大水祸造成中南部地区农业损害真严重。农委会也统计到昨，受损的金额大约是1.4亿。受损的区域包含着南投以南的6县市，只要是种木瓜、芳果农民，但是符合灾害补助的，自今仔日开始到月底，会当向各地头的公所来申请。农委会也强调讲，会甲条件放互较灵。8月12大雨造成中南部地区农业灾损，农委会除了到各产地了解灾损，也提出主动公告农损现金救助项目。屏东、高雄、台南、南投、嘉义、云林等6个所在，拢伫范围内。就我们农粮署跟改良场同仁看灾的结果，绝对损失超过20%，所以就可以符合领取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西瓜每公顷领6万，那其他的木瓜等这些的瓜类呢，是每公顷可以领75000块的一个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叶菜类是24000到36000不等。接获农损金额破1万，农委会会以现金救助、加利贷款等方式来协助，作为现金救助部分分成果树类、蔬菜类，金额为每公顷24000到9万；设备部分补助液栽式或者是网式，加利贷款提供每公顷37万5到75万。农委会除了提供现金救助申请，也协助福建也呼吁地方公所较快来认定。只要农民有照相存证，那其实乡镇公所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受理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序，以避免因为我们乡镇公所的人力那不足而拖延了整个现金灾害救助的程序。所以这个部分如果需要农委会这边提供更完整的科学根据，我们可以来协助。申请期限为21号到月底，农委会也启动技术服务团，辅导农民恢复生产。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头一间中学，也是有134年历史的台南中营中学，目前有风声讲，爱教职员减薪水，大约是减了1万到3万。若准是菜鸟的，可能22K 拢无。这老师随赶紧来成立教师会，即期有人甲校产食了了。不过校方也否认这个问题，强调讲是社会囝生少所造成的。已经有134年历史的台南中营中学，是全国第一间高中。教学的风评是袂歹，啊，毋过却传出讲有董事会要求教职员来减薪水，算算咧，有的老师上济去互减薪水3万块，平均拢减要1-2万，而且还有新来的老师减薪水了，连2万2拢无。本月份不发放教师研究费，还有职员工的专业加给，然后在8月20，学校也确实没有发这笔款项。那受影响的家庭有250多个家庭，职员工跟老师大概每个人少领了1万多到3万多不等。教师指控学校拄民国100年到105年，学生的数量平均是5000多个人，扣掉支出，每一年业务拢超过1亿。那加上前任校长落人进前，学校内底存的资金，照道理讲，学校的资金累积应该超过10亿。今麦所用招假话的名义，爱教职员来减薪水，互因这个有人变空自产。这6年来，我们的累计营应该要超过6亿以上。校长卸任的时候留下的现金超过3亿以上，只用了一个少子化的名义，那就说要把这10亿全部都花完，而且不够。我们原来有5000多个学生，我们现在剩下3000个学生。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数字啊，收入跟支出就会很明显的。那老师当然受到保障，所以不可能这个不会跟着学生数的递减而做递减啊。校方表示，学校的资产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少子化的冲击，因为学生的人数拄6000个人，一路降到即卖3000人。虽然讲也是台南各中高中人数上济学校，毋过学费无起，学生阁减免一半。这段期间替教职员调薪水2届，阁有负担退休人员的费用，才会无够，会阁积极来甲教职员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教人惯精神，只要找一张电子卡片，互你行东往西拢无问题，也是要来纳钱交通拢真利便。最近防晒补在讲的北港无德宫推出了佛珠一卡通，甲这个佛珠挂伫手里，唔但会当保你平安，也会当互你纳钱坐车免操烦。进前台北在温甲乖乖推出趣味的乖乖悠悠卡，北港无德宫嘛甲一卡通甲佛珠结合，互你手挂佛珠就通四过溜溜去。武德宫的文创大概都一直是让有2个特色，一个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那个是就是科技跟生活结合啦。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一卡通的佛珠哦，它就是把这个一卡通跟念珠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武德宫阁请师傅来加持这16条佛珠一卡通，希望得到这个文化创意商品的人有生命工作的保庇。这款佛珠一卡通阁通结合处理的保全系统，和佛珠做电子锁匙。我们除了可以有支付功能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结合像住房啊等等的，然后来做一些简便的这种刷卡的一些动作，让它能够一珠在手，我可以结合支付、门禁等等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的需求。这款佛珠一卡通和信度受力的佛珠，唔但通念经，也有科技功能使用，对现代科技社会和传统佛珠倒时代脚步咧行。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讲啉咖啡代表一天的开始，在日本时代，台湾其实真侪咖啡，不过落尾这农民却无爱种。伫台东的东湖乡太原油库，发现到一丛100年的咖啡树，也让见证到台湾咖啡产业的衰退甲没落。日前台东县种的咖啡也已经到176公顷，讲到要发展新型的农业旅游。见证台湾咖啡历史的这丛东湖乡太原有过100年的老咖啡树，台东县政府和东湖乡公所专工为伊采碑纪念，佮邀请日本老牌咖啡企业第3代来参加，希望用相近的精神促进2国咖啡产业交流合作。我妈妈年代是1921年还是20年出生的，他就知道这个咖啡。在此能与各位共同合作。我看到非常荣幸，藉由这个揭杯仪式，带动我们整个太原盆地内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地主讲，自从世界大战了后，日本种几大片的咖啡园，为着要改进柑仔类的果子全被错掉，干那保留这丛。外台附近各生出另外6丛咖啡树，即马伫东湖乡种咖啡的面积已经超过40公顷，偷偷开阔咖啡产业。但是要让东部的咖啡行出家己的风格，爱搁较拍拼一寡。去把它咖啡真正最干净、最原来的味道找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目前台湾的咖啡产业碰到一个最大的瓶颈。台东县捌伫咧日治时期是日本咖啡重要的产地之一，但是伫战后没落。不过台东县政府统计，即马全台东县种咖啡的面积已经扩大到176公顷，变成全国上大的产地。这个日本咖啡企业来交流，希望会当发展台东咖啡外销的管道，并且建立咖啡农游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对去年12月开始禁止用喷来饲猪。不过，一天回收的喷就25吨，是为安怎来消化呢？伫云林口湖应用乌水虻来食喷，而且一只正仔囝的乌水虻，当咧大时阵，就会当食2-3公斤的喷。而且乌水虻若饲大只，佫会当饲鸡仔、饲鸭，有影是1兼2顾。这一尾一尾绿绿色的糖，当咧食喷，这种糖号做乌水虻，是云林口湖喷糖回收的关键角色。这种方式无需要像敖肥遐尼快场地，唔但有法度消化口湖一天400多公斤的喷，有当时佫会使斗相共食隔壁乡的喷。
一天可以收400-500公斤的厨余，而且能够目前的以我们目前黑水量的话是可以完全去化，所以我们才有剩余的量能去去化其他邻近公所的厨余。一只滴滴只的乌水虻，成长期会使食2-3公斤的粉，大汉变做成糖交配生卵。这时阵伊敢若啉水，无要食物件，无亲像虎神、蠓仔会传染疾病。乌水虻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糖阁会使掠来饲鸡饲鸭，为出世到死亡拢真有路用。2年从了，咱就是要开始来放出来这个做工课，嘿。伊伫即个做工课当中，就是重点要甲咱食厨余。伊伫即个厨余会甲咱食差不多1礼拜，死去的芳捡起来，互鸡仔食啦，还是来饲鱼啊？嘿，伊是一个做好用的物件呢。那我们除了黑水蟒之外，做所谓的蚯蚓来做所谓的堆肥的一个去化的部分，尝试看看好，然后找出一个适合乡镇的一个做法。婚林馆因为禁止用喷来饲猪，专管一天就回收要25吨的喷。不管是乌水虻也是杜蚊仔，对婚林馆的喷扫问题拢真有帮助。县府嘛望民众使配合做好喷扫的分类，各乡镇嘛使找到上适合的做法来处理这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彰化溪湖一到暗头仔，就几千只鹰仔会徛伫外口的电火条顶头。虽然有人认为讲这鹰仔是激雕，不过停伫路边的车拢放地胶塞，互人真头疼。专家也表示讲，因为气候的关系，鹰仔来到这只是渐休尔尔，无偌久就会走啊。抬头一看，天顶咧飞全部拢是鹰仔，搁再详细看，电线顶悬徛几排，全是鹰仔，袂输五线谱。这是伫咧彰化溪湖镇万头里丰隆二街，只要我1个月的时间，尾暗暝时就会出现的景象。一寡车驶，会感觉讲吼，有一寡车人驶过是人行过是会去治着安尼。毋过这代表讲咱吼万头里是一个好所在，吼，所以伊车来遮休。英俊若是鹰仔飞来厝头前，就表示讲春天到啊有信用，嘛表示好吉调。不过即阵徛喺门口出现上千只的鹰仔，车路未输去互白色的炸弹攻击过，全部拢是鹰仔的白下物。忽然间这个燕子这么好像好几千只跑过来，当然是对这个我们这整个条路整个生态啊，讲一寡车啦、面店可能会造成一寡不大方便啦。会雄雄出现这么侪鹰仔，生态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秋天特别来呀，鹰仔要刷向南边的现象。以这个生物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天气开始冷了，他们就开始大量的聚集，这个是燕子要迁徙到其他地方的一个团体的一个活动的表现。专家表示，这鹰仔只是暂时停留，秋天过了后，就袂搁再看到这尔罕见鹰仔五线谱的画面啊，请民众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日前桃园大溪田迎闹热，有300几个社头出来迎原地讲，也这的社头拢是各行各业来组成的，其中一个就是生理人社的兴安社。这个社头有超过100年，因也有一顶雕刻插花真水成就，不过证人却唔知是倒一个师傅来做的。后来透过文书工作者斗牵线，找到伫北港艺术柯德兰。一顶40多年的成就，面顶满满拢是真有路的雕刻。不过桃园大溪兴安社这顶老成就，标远一直找无当初时是虾米人做的。这顶成就和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桥看起来真相像，一顶成就牵2地缘分。透过北港历史工作者吴定兴牵线，总算找到是老师傅柯德兰的作品。兴安社的头人就是要来北港进香。进香了后，因看到做啊叫遐尼水，咧问讲，是毋是咱做这迄人敢若巧伊啊？无得做，叫别讲无啦，迄人伫的吼，所以就因为这个缘分，找了那个泽南师做那顶神教。柯德兰师傅的处理，有一个当初兴安社所送的匾，面顶写卡托天宫，更加确定这顶神桥是柯德兰所打造的。兴安社特别为大溪到北港，就是为着要来记录这顶神桥的故事。所以说，我们特别下来找许大师了解我们那顶神教的制作的那个，比如说一些比较细节部分的流程。我嘛足意外啦，我嘛想讲发久个咯，头40多单咯啊，吴正兴省长先来甲我讲大体我要来甲你访问，我讲
反正当去了，我哪也再想了，我大起我要过来安尼啦。意外缘分，互老师傅嘛感觉真感动。双方拢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交换意见，进行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陪伴嘉豪1小时，马仔同一时间咱再相见。